继续来看国民党的立委王宏维来指控，讲这个高雄市民进党的前议长，也就是现任合库资产管理公司的董事长蔡建兴，拢指派着家己的亲信到相关的企业吃头路，佮放款几10亿，互家族的企业甲亲情。蔡建兴是来背回讲，无即种代志，讲一切拢合法下规定。不过，换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卡心来指控，讲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2021年12月做桃园市长的时阵，有打电话要求合库放贷款予2间的企业，是伊出面甲代志来亚康才来取消。徐卡心是来警惕讲，这公股的银行已经变做民进党的金库，应该继续来追查。啊！再去郑文灿马上来回应，讲徐卡心的指控无影无迹。重点是文化资产。手提资料来到委员会听报告，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卡心监督市会同时，马来给民进党。当时有一个放贷案，然后呢是在石门水库那边要建一个所谓的类似旅馆这样子的高级建筑物，可是合库他们自己的内部评估是这样子的放贷风险太大，所以就拒绝了。那没想到呢，郑文灿当时的这个桃园市长就打电话过去想要试图去关说。前一天国民党立委王宏维也了前民进党高雄市议长、现任合库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蔡建兴，指明家己新北来到相关企业做，佮放款数十亿，互增家族的企业亲友。虽然蔡建兴无薪资，今晚徐卡心讲，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伫咧桃园市长年代，嘛要要求合库放款。合库先前就有发生过不少的司法事件，最后都是基层人员要担下。那这件事在我爆料出来之后呢，这个郑文灿也就收手了。这是子虚乌有的指控，合库当时已经做了说明，那么是合库要设置桃园的青埔分行。就算郑文灿讲这是无影无迹的代志，不过公股银行出证据，恐惊嘛是爱调查说明详细。Hello， 我是叶明，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